金錢問題亦都係導致好多夫婦離婚嘅一項主要因素，所以雙方更要小心處理財務問題。請緊記會議嘅目的係為雙方都可以生活落去而揾出路，並非為婚姻中嘅對錯作清算。以下係一啲有關準備調解會議嘅提示。請喺前一日晚上有充足嘅睡眠，會議可能會有壓力，所以一定要照顧好自己，休息足夠，對保持冷靜同埋清晰思考會好有幫助。開會之前呢，請將各自嘅財務資料整理清楚，雙方能夠清晰彼此嘅經濟情況呢，係坦誠協商嘅第一步。如已知道對方對自己嘅財務情況有疑問，請有心理準備，需要慢慢講解同埋耐心回應對方提問。草草回應或者唔回應，只會增加互相猜疑，將來喺法律程序當中回應將會更為繁複，花費更大，同埋對家中每個人傷害更深。如你對對方嘅財務情況有疑問，請用澄清而非質問嘅態度去提問。任何一方感到不被尊重，都會對會議增加難度。請就有關離婚財務安排作資料搜集，或者向律師先行諮詢，例如何謂家庭資產、贍養費等，會按咩原則作分配。如果要透過法庭解決，對你最好、最壞同埋最可能嘅結果會點樣？大約需要律師費用同埋訴訟嘅時間要幾耐？以上資料對你評估對方嘅提議係咪值得考慮有好大幫助啦。請持開放嘅心態同埋有心理準備。你嘅前配偶對該如何分配家庭資產及運用家庭資源與你會有唔同嘅睇法，係普遍見到嘅情況。呢個唔係邊個要求高或者邊個吝嗇嘅問題。而重要嘅係，請嘗試了解你哋雙方就該如何分配家庭資產及運用家庭開支嘅關注重點，希望用會議創造能顧及雙方關注及需要嘅方案。要相信調解會面中產生嘅可能解決方法一定會比法庭多。可以喺會議之前先寫出你期望嘅家庭資產分配同運用家庭資源嘅方案。草擬計劃有助於組織你嘅諗法，並提供討論嘅起點，亦都可以包括一啲嘅關注清單嘅。咁樣咧，你就唔會忘記對你好重要嘅事情。請留意啦，一次會議未必可以處理所有嘅問題。如有需要，你可以要求暫停會議以作諮詢，或者改日待自己思考清楚之後再繼續商議。事情總有完結嘅時間，越早解決嘅話，家庭資源就可以保留更多，雙方同埋子女可以更早運用你哋寶貴嘅資源。